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4月16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產。今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3月份，也就是第一個季度樓市的運行情況，可以說有喜有憂，也不能說全是這個壞消息啊，它也有好消息，但是也有壞消息。我看很多媒體中介在解讀統計局的數據的時候，只說好的，給人感覺好像現在這個樓市要漲了，你再不買來不及了。實際上不是，這個統計局的數據比較完整，有喜有憂。我們先說喜的，就是值得關注的好消息是，一線城市房價環比上漲，無論是新房、二手房，房價漲了。統計局給的數字，4月16日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6年3月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顯示，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由上月持平轉為上漲 0.2%， 二手房價格由上月下降 0.1% 轉為上漲 0.4%。 最重要的是，新房價格上個月持平，這個月漲 0.2%。 新房咱就不說了，因為很多網友經常看節目就知道，你要想知道房價漲跌是要看二手房的。新房因為它統計口徑不一樣，什麼4代住宅，你買100平，你到时候是130平，那價格漲一點也能理解是吧？那是新房嗎？所以說房價漲跌主要看二手房，但是銷量是要看二手房的銷量，那成交統計也很亂，有的人是為了倒貸款，不是真實的這個買賣，從你手上倒到他手上，他從自己手上倒到媳婦手上，這些都是為了換那種低息貸款，這種成交你能說它是真實的嗎？所以說你要看這個房子銷量，你要看新房，你要看房價要看二手房。但是統計局公布的數字，3月份二手房價格由下降 0.1 個點變成上漲 0.4 個點，這漲幅還不小，這是個好消息。咱們先不說這個數字是怎麼造成的，這個現象你看，總之從數字上看，好像房價漲了。70個大中城市中，新房銷售價格環比上漲城市有14個，比上月增加4個；二手房環比上漲城市13個，比上月增加11個。二手房房價跟2月份比，3月份跟2月份比上漲的城市，70個城市裡面有13個城市漲了，上個月只有幾個城市，2個城市漲。所以說給人感覺這個小陽春是貨真價實。當前房價指數走勢積極向好，呈現小陽春態勢。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嚴躍進通過微信對每日新聞記者分析，他認為，一是全國70城房價指數環比跌幅繼續收窄，24個一線城市均已止跌。此外，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進一步增加，1、2、3線城市數據均有改善，這也為2季度樓市穩中向好創造了更好的基礎。那我們具體看一線城市獨領風騷的，那第一梯隊的一馬當先的，當屬上海。上海新房價格同比上漲 3.7%。2026年3月份，70個大中城市中，一線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格環比上漲，2、3線城市環比降幅收窄或相同。北京持平，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上漲 0.3%、0.3% 和 0.2%。2、3線城市環比分別下降 0.2%、0.3%， 降幅均與上月相同。這個給我們什麼意思？也就是說，一線城市環比比2月份還漲了。上海不僅環比漲，同比漲了 3.7%。同比來看，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2.2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。其中上海漲 3.7%， 北京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 2.1%、4.7% 和 5.5%。二線城市同比下降 3.3%， 降幅擴大 0.2個百分點。三線城市同比下降 4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。也就是環比有改善，那給人感覺它拐點出現了，但是同比还是在下降的，在下降通道中。但是上海是例外，上海同比它也漲了 3.7%， 這是新房。什麼二線城市的下降的更厲害了。那我們得出結論是什麼？在客觀點說，就是新房一線城市它下降慢了，環比
沒降了，也就是穩住了，感觉同比還是在降，在下降通道中，现在到了底部，也给人感觉是底部，因为在这儿它已经不怎么降了，也就是 L 型已经走得一狠了，有点这个意思。新房，但是2線、3線城市环比還是在降的，只有1線城市新房下降穩了，甚至出現小幅反彈，雖然比去年差，但是比2月份好，就這麼一個意思。這是價格，那麼這是新房的價格，二手房北上廣深二手房價格全部上漲。統計局數據顯示，3月份1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由上月下降 0.1%， 轉為上漲 0.4%， 其中北京、上海、廣州和深圳分別上漲 0.6%、0.4% 和 0.2%、0.4%。2、3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分別環比下降 0.2% 和 0.4%，降幅分別收窄 0.2% 和 0.1個百分點。你看二手房1線城市不僅不降了，反而還在上漲環比，但是2線、3線城市還在下降，但是降幅慢了，這是環比，也是下降通道中，在這兒感覺它下降的斜率沒有那麼陡了，變緩了，你就這麼理解。市場呈現1線城市領跑，二手強於新房的鮮明特徵。不過，不同能級城市同比數據出現分化。3月份1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7.4%， 同比一樣的還是下降的，降幅比上月收窄 0.2個百分點。其中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分別下降 8.3%、6.2%、8.1% 和 7%。2線城市同比下降 6.2%， 降幅是上月相同。3線城市同比下降 6.4%， 降幅擴大 0.1個百分點。好了，我簡單的說一下，這個數據特別複雜。從房價來說，1線城市新房、1線城市二手房，它都出現了一個環比，它在上漲，同比雖然還在下降，那也就是說，在下降通道裡面，它已經出了一個小小的反彈，但是總體上還在下降通道，這是房價。那2線城市無論是新房、二手房，它還在下降，只是降幅小了一點，環比那同比那都在下降。上海還是獨特，上海的新房無論是環比、同比，它都在漲，這個也對得起上海什麼豪宅是吧？30萬一平的房子，1個億一套的，一開盤就搶沒了的，你跟它沒法比。反正它新房價格一直在漲，同比、環比都是漲，但是二手房在降。所以說亮點是什麼？亮點是1線城市二手房環比的價格它不跌了，反而漲了，就比2月份漲了一點。那這個就是個小陽春，4月份還能漲嗎？環比微弱的反彈，這是房價。我說這是好消息，咱們要看一下，這是統計局公布的好消息。統計局公布的壞消息就是你這個環比1線城市房價漲了，那你賣多了嗎？銷量怎麼樣？如果價格漲了，銷量也多了，這叫量價齊升，這還可以。但是如果你價格漲了，銷量下降，那能說明什麼？那這叫孤芳自賞，你自己漲價沒人買，能理解吧？所以我們看統計局說的，還是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啊。新建商品房銷售和待售情況，1到3月份，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19525萬平方米，就是 1.95 億平方米嘛，同比下降 10%， 降幅比1、2月份收窄 3.1個百分點。其中住宅銷售面積下降 13%， 怎麼着？你再厲害，你房價漲，銷售面積是在下降啊，這是銷售面積啊。那銷售額，新建商品房銷售額 1.7 萬億，下降 16.7%， 其中住宅銷售額下降 18.5%。我們剛才說了，看銷售面積，那你就得看新房的才有意義。這新房銷售面積下降 13%， 銷售額下降 18.5%。庫存到3月末，商品房待售面積 7.86 億平方米，同比下降 0.1%， 待售3年以下面積 5.9 億平方米，下降 1.8%。 所以說所謂的新房價格上漲反彈，無非是瞎吆喝啊，新房賣不動，下降 18%， 面積是下降 13%， 你這小陽春純粹是二手房在這熱鬧。我們再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到3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 1.77 萬億，同比下降 11%，
降幅比1到2月份擴大0.1个百分點，其中住宅投資1.35萬億，下降11%，降幅擴大0.3個百分點。也就是開發商對房地產這塊的投資是降幅在擴大。當然了，你也可以說這是地方政府或者開發商主動在去產能，是吧？減少供應，增加去庫存。但是你從某種方面也能說明這開發商不看好，開發商他沒有信心，你的房子賣不掉，你再蓋賣給誰？所以說你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1%，跟小陽春不沾邊吧？如果真的是小陽春，大家都看好這房子都打破腦袋去搶房子了，開始買房子，那開發商比你更火，比你更熱，先去搶地蓋房子賣給你。而開發商沒有這麼幹，說明開發商就不看好。這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，也就是說有喜有憂。喜的是一線城市二手房在3月份穩了一下，憂的是你這新房賣不掉，開發商就在渡劫模式，也紛紛等着暴雷。我們看看這個機構是怎麼看待樓市的。首先是摩根士丹利說，中國房地產行業預計在2020年會繼續下行趨勢，不過下行幅度將更為溫和，居民信心恢復變得更具挑戰性，觸底則需要更長時間。摩根士丹利預測二手房價格2026年同比跌幅為高個位數，也就是說什麼意思？2026年二手房的跌幅同比就不會2位數了，不會20%幾的，它跌幅同比跌幅大概也就是8%、9%這種叫高個位數。那相對於2025年跌13.7%有所收窄，2025年是2位數跌幅啊，13.7%。這個摩根士丹利同時認為，如果宏觀環境保持穩定，一線和二線主要城市房價可能會在2027年下半年穩定下來，也就是到明年下半年再看。我覺得這個是對吧？摩根士丹利這個判斷是可以參考的，也就是說你到明年再看，反正今年還要跌，至於它跌到什麼時候，那明年再看唄，就這意思。我覺得對吧？摩根士丹利這個觀點你還可以參考。另外，摩根士丹利提出政策建議，通過3萬億國家資金收購150萬套商品房，改造為保障房，加速庫存消化。這種以購代建的模式，既能加速去庫存，又能完善住房保障體系。當成交量下降約60%左右時，政策主動介入尤為關鍵。他這個說法，我是不相信的，因為你把150萬套商品房改造為保障房，你要賣的，對不對？你要給誰保障？那這些人住了之後，他還去買商品房嗎？他那麼喜歡買房子是嗎？他住了你這150萬套保障房之後，他買商品房的需求就沒了。你在你這邊解決保障房，那邊商品房購買的需求沒了，那不是一個道理嗎？所以你靠這種去庫存，那也是叫掩耳盜鈴。這是摩根士丹利的觀點，但是我把它簡單化一下，就是你等到2027年下半年再看。高盛的宏觀團隊預測，高盛有好幾個團隊，高盛還有英文版還有中文版，對不對？它有海外的，它也專門面向國內的，團隊也挺多的，天天放這些煙霧彈，什麼研究報告說的都不一樣，你看你選擇哪一個相信。這高盛的宏觀團隊他說，他最新預測是中國房價2020年還下跌10%到15%，全國層面見底要等到2027年甚至更晚，也就是他比摩根士丹利還要悲觀一點。高盛宏觀團隊比摩根士丹利還要悲觀，也是摩根士丹利說了，你2026年大概下跌個位數，高盛宏觀團隊他認為要下跌10%到15%，這不是下跌的更多嗎？摩根士丹利說是2027年下半年能企穩，這個高盛宏觀團隊認為是2027年甚至比這更晚以後，所以他比摩根士丹利還悲觀。但是高盛的房地產研究團隊，他前幾天不是放了一個衛星嗎？他的觀點是2020年底樓市就見底了，甚至一線城市還要上漲15%。這幾天把媒體都忙壞了，天天轉發的都是高盛房地產研究團隊的這個結論，因為要反彈了。所以高盛有很多觀點，媒體也是挑自己喜歡的去吹。房價靠吹是吹不起來的，你只能靠韭菜的口袋能不能鼓起來，韭菜的收入怎麼樣？韭菜的收入不行，你現在想靠吹讓年輕人在對吧，七大姑八大姨借錢貸款去買房，短期是很難改變的。也就是年輕人都已經看到了買房買錯了是何等的悲慘。你不買房你沒有損失，你租房也能住，對不對？不買房沒有錯嗎？
不買房就不會犯錯誤。買房買得好是不是你漲了？買得不好你就身陷囹圄，你就完了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年輕人誰會買房呢？所以你要改變這種觀點得多難吧？不是說短期是1年2年就能改變。我要是年輕人，我就選擇不買房。為什麼？我不買房我不犯錯誤啊。我租房1個月2000、3000，如果小一點我1000塊錢，沒有任何損失。但是買房就不一樣了，你要買錯了你就完了，10年白幹。買對了又能怎麼樣？所以說這種想法的人會越來越多，大家就越來越謹慎，不急着買。那只要大家都不急着買，房價還得往下走。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今天看到一篇報道，叫中国3月新房售價持續下跌，一線城市房價環比回升。它這個報道就比較平衡，就相对來說它優點和缺點，对吧？好消息壞消息一把說了。好消息就是一線城市房價環比回升，壞消息就是3月新房售價持續下跌。這數據咱就不說了。他說，中国国家統計局星期四发布剔除保障性住房的70个城市3月份商品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統計數據。他說，路透社基於官方數據的計算，3月份新房價格環比下降 0.2%， 較2月份 0.3% 的降幅略有收窄。而彭博社分析，新房價格跌幅在連續第2個月收窄，顯示部分城市的房地產下行週期可能接近底部。這同比來看呢，它是房價下降 3.4%， 跌幅較2月份的 3.2% 進一步擴大，為過去10個月以來最大跌幅。你看看路透社看分析，同樣都是國家統計局給的數字啊，他認為這個房價降幅還擴大了，在加速。他說不過，他說市場也關注一線城市新房及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跡象，或為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提供一定的緩解。他這個文章後面說，他說較去年同期3月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2.2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。二線城市降幅擴大 0.2個百分點，三線城市降幅與上月相同。二手房方面，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下降 7.4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0.2個百分點。二線城市房價同比下降 6.2%， 降幅與上月相同。三線城市房價同比下降 6.4%， 降幅擴大 0.1個百分點。至此，因為它是截止到3月份的，所以小陽春就宣告結束。所謂的小陽春，吹得這麼火，結局大家也看到了。對我們的印象，我們以這個結論不一定那麼準確，印象就是小陽春只是上海、北京少數城市的獨角戲。所謂的小陽春，而且是二手房的，那這個獨角戲的影響其實不大，馬上就結束了。到4月份恐怕就咣當一下掉下來，4月份的數字恐怕就很難看了，因為你3月份搞了個高基數，環比你就不行了。2月份為什麼不行？因為2月份一個春節，2月份它只有一共29天，放9天假，只有20天，這個對樓市有點影響，所以3月份跟2月份一比，顯得好看一點，這能理解。再加上一炒作，很多人孩子要上學買房着急。好，4月份學區房的事情告一段落，接下來買家就有的是時間給你磨了。你買學區房的人，他害怕買不到，孩子上學耽誤了，所以他博弈的時候他是處在下風。但是這個學區房的事情一過去，買家又站在上風了，你不賣我也不着急啊，再看看唄。賣家就處在心理的弱勢，處在下風，賣家他又得主動降價了。所以我覺得到4月份這個環比這個數字就不好看了。你因為3月份是個高基數，你4月份一比，不好意思，跌幅要擴大。這就是統計局公布的樓市的3月份樓市數據的一個解讀。但是怎麼解讀其實不重要，因為如果你真想買房，你跟這些數據看不看的無所謂，你是根據自己的口袋，而不是根據這些數字來買房。你的口袋深淺決定了你能不能買房，還要根據你的緊迫性。你把買房子當作消費，你就像咱們買汽車一樣的，不管你是買奔馳還是買奧迪，你從來不看什麼乘聯會的數字，說3月份這個車子賣多了，車價漲了還是跌了，我根據這個來買車，沒有人，對吧？那都是根據自己口袋的吧，根據自己的需要，覺得自己需要一輛好的車裝一下，那你就買唄，你有錢，對不對？買完了就貶值，買完了它就貶值，但你不照樣買嗎？我看有媒體統計的4月份
前15天，就是前半個月，15個核心城市：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廣州、濟南、青島、蘇州、杭州、成都。15個核心城市4月前半個月的新房、二手房銷量，它是同比，我看新房同比下降8%，二手房同比下降3%，新房、二手房合計是下降7%。当然这是一家之言，也就是4月前半個月跟3月份相比，已經對吧？就在下降了，已經。無論新房、二手房，符合咱們的判斷。越往後，到4月份的下半個月，那就更是下降，因為這個學區房啊，這個事情，小孩上學的事情告一段落了。你到4月下半月再去買，都已經來不及了。中指研究院提供的數字，它是重點30個城市二手住宅成交41.8萬套，它不是按面積，也不是按錢來算的，它是按成交套數。那麼同比下降3.8%，二手住宅成交41.8万套，全國啊是同比下降3.8%，套数。其中3月上海、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均實現同比增長，上海二手房成交3.1万套，創近5年新高；北京二手房住宅成交2萬套，創15個月新高。一季度重點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平穩，價格跌幅整體有所收窄。也就是中指研究院給的數字，除了北京、上海這2個城市二手房還可以，其他全國的二手房加在一起比去年是下降的。這就是小陽春，價格成交套數下降3.8%，價格也下跌，但是跌幅收窄。這個大概就是小陽春這個注腳。今天中國新聞週刊刊登一篇報道，叫拒交物業費的業主把物業逼走了。越來越多的物業正在撤離小區。中指研究院研報顯示，2024年至2025年，全國 TOP 50品牌物業在管項目主動撤場率同比上升37%。在管項目主動撤場，這些物業人家提桶跑路不幹了。曾幾何時，說物業憑借穩定收費、低資本開支、充沛的現金流，被視作房地產行業安全的現金奶牛。如今物業服務也漲不動了。2025年57家上市物業整體營收增速僅 4.5%， 近半數企業營收下滑，淨利潤雖同比增長 12.5%， 實現3年來首次正增長，但多為減值減少帶來的修復性增長，也就是報表就是美化帶來的。曾經趕也趕不走的物業，如今正大規模普遍退場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這個科爾瑞物管的統計顯示，2025年全年物業撤場項目達到了173個，其中3、4季度合計130個，占全年70%以上。以前物業，我記得小區要換物業，那絕對要打起來，一個物業不讓，另外物業要強行入住，業主就換一新的物業進來，然後就跟老物業就幹仗。這個報道非常多，這個估計很多網友也知道。但是現在居然出現物業你不敢，那人自己提桶跑路了，连夜跑路，不好意思，不玩了。这個中國新聞週刊他說，主要呢肯定是物業不賺錢嘛，矛盾是多方面的，一個是物業費價格有關係，一個是對服務有關係，一個是有的物業確實比較麻煩，他現在好多小區啊，這邊是廉租房，是那個叫什麼保障房之類的，或者叫回遷房，那質量就差一點。邊上就是這什麼商品房，它這同一個小區裡面有很多項目都這樣的，那人家商品房的價格比那個回遷房或者是保障房是之類的那貴得多，对吧？那服務是不一樣的，那他們就希望你不能混在一塊兒，但是物業也沒辦法，所以說這個矛盾就非常多，就是矛盾是多種多樣的，非常多。但是歸根結底，我認為矛盾就一條，千言万語到最後就是業主沒錢，業主收入越來越低，對吧？業主对吧，供房子都累，失業，對吧？按揭貸款都還不上，你還指望他交物業費，物業費不交，那物業公司收費收不上来，收不上来那也沒辦法，那越欠越多，对吧？然後呢，你越欠，你的服務差，因為他請人要人工成本的，你服務越差呢，原來交錢的業主他也生氣，对你的服務不滿意，他也拒交，所以拒交的钱人越來越多，拒交物業費的人越來越多，那物業就越來越難辦下去，对吧？歸根結底就是錢，都是收入的下滑導致的。我在很久以前就說了，我說這個，對吧？等這個經濟下行，最終會吹到物業這兒，
你不要看物業现在在那旱涝保收，收物业费，以后的物业費都收不起來，沒辦法，這業主他沒錢呢。他有個平衡，就是物業收費，假如說他能收起來70%的，實際上他就能運轉下去，然後他還能賺錢，給大家發獎金。完了之後，那個欠費的業主那就掛在那兒，反正最後欠多了，慢慢的再想辦法要唄，對吧？他能運轉下去。當這個欠費的達到一定比例的時候，他就運轉不下去，然後他就只會什麼惡性循環，對吧？他要壓縮開支，壓縮開支，他一定是服務就達不到標準。服務達不到標準，那原來交錢的業主，那我就不交了，對不對？所以不交的人會越來越多，這就是惡性循環。現在就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，越來越多的物業提桶跑路。歸根結底還是經濟形勢不容樂觀，對吧？這個沒有收入的人越來越多。比如說在這種情況下，你還說樓市回暖，你怎麼回暖？誰敢買啊？那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，又是北漂被裁，標題叫“中年北漂遭遇北京裁員60%，體面碎了，日子還要扛。”這個春天，北京的職場被一場突如其來的裁員潮攪得人心惶惶。60%的裁員比例不是冰冷的數字，是無數中年北漂猝不及防被按下暫停鍵的人生。我今年40歲，北漂12年，從擠隔斷間的青澀青年，熬到能獨當一面的中層。以為熬過了最苦的日子就能守住一份安穩，卻沒想到在這個本該穩紮穩打的年紀，收到了公司優化通知，整個部門裁掉60%，我赫然在內，連小領導都被裁掉了。 HR 找我談話的那天，辦公室的空調開得很足，我卻渾身發冷。10分鐘的談話沒有多餘的寒暄，只有冰冷的補償方案和一句行業下行，工資降本增效，望你理解。走出 HR 辦公室，我沒有立刻回家，而是躲在樓梯間點燃了一支煙。窗外是北京繁華的 CBD， 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。可這偌大的城市，仿佛沒有一處能讓我卸下疲憊，安放荒落的角落。這一刻我才明白，中年人的體面在裁員面前脆弱的不堪一擊。從前在公司，我是獨當一面的部門負責人，手下管着10幾個人，開會時侃侃而談，項目攻堅時衝在前面，拿着不算低的薪資，背負着中年骨幹的標籤，以為自己早已在這座城市站穩了腳跟，以為職場的鐵飯碗只要踏實努力就能端穩。可現實給了我狠狠一擊，60%的裁員比例意味着1半以上的同事和我一樣被迫離開奮鬥多年的崗位。那些一起加班到深夜，一起攻克難題，一起吐槽職場瑣碎的夥伴，一夜之間各奔東西。有人紅着眼收拾東西，有人強裝鎮定和大家告別，有人躲在工位上偷偷抹眼淚。我們都知道，這個年紀在北京遭遇裁員，再就業難如登天。也就是你這個年紀40歲被裁呢，基本上，對吧？你就不要找工作了，浪費時間，挺耽誤事的，你知道吧？在後來的日子，說我沒有立刻告訴家人，看着客廳裡玩耍的孩子，看着廚房裡忙碌的愛人，看着牆上還沒有還完房貸的還款計劃表，這下就完了。還有按揭貸款，你說說吧，這就是徹底的就完蛋。我怕愛人擔心，怕孩子察覺，更怕自己繃不住那點可憐的體面。這個月的房貸8000塊，孩子的幼兒園學費3600塊，父母的要錢剛寄走，卡裡的存款撐不過6個月。我今年40歲，沒有了年輕人的體力和衝動，沒有了可以隨意試錯的資本。後來的日子，我開始瘋狂投遞簡歷，每天早上7點起床，坐在電腦前一遍遍的修改簡歷，針對性的投遞崗位，可大多石沉大海。偶爾收到面試通知，面試官問的最多的還是那句扎心的話：你這個年紀還能天天加班到深夜嗎？能跟00後一樣拼體力拼精力嗎？如果沒有按揭貸款，沒有房貸，那他就不至於這麼焦慮。但是事實现實他不得不焦慮，因為他有按揭貸款，1個月8000塊。所以我一直說，這個經濟環境下，你拿30年的貸款按揭來拼自己的這個收入，對吧？你這個貸款是刚性的，每個月都得還，
但是你的收入是不確定的，嚴重不確定。你這30年的工作，所以你要這麼去買房，那這30年裡面稍微出點事，對吧？你就爆雷了。這就是說，為什麼年輕人不要買房，不要急着買房，对吧？千萬不要貸款買房，就是高槓桿。你拿未来30年不確定的收入去拼那個刚性的這個按揭貸款，那不就是勒在脖子上的一道繩子嗎？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